除了这摆新竹化学纤维厂发生爆炸，亲像进前屏东民用发生火灾，造成10个人死亡，112个人受伤，其中也有4个警消人员不幸过往。针对这款情形，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工厂管理辅导法，违反上当通罚到500万，希望通减少意外。也若专家是认为，爱去检讨企业防灾，看厂房的特性，去制定相关的防灾甲应变措施。火昏10时，2个消防员工场烧出一粒大火球，爆炸声一直变。2023年9月，屏东的明阳工厂大火，造成10个死亡、112个受伤的悲剧。4个消防员不幸殉职，检讨声不断。今年7月，立法院会三读修正通过《工厂管理辅导法》，工厂业者若是无依照期限申报危险物品，违反申报规定，还是申报无实在，主管机关会当处工厂负责人相关500万以下罚款，搁下令限期改善还是申报，到时阵无改善还是申报者，会当按盖处罚，罚款提高100倍。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新法要把跟它火灾不发生是2回事。这个新法是怕消防人员去救灾的时候，因为它发生爆炸，所以要搞清楚危险物品的种类有哪些，存量多少，火灾会一直重复发生，那业者要负最大责任。他可能在预防做得不好，他可能在应变也做得不好。敢若动法也是无法度避免工厂大火搁再发生。台湾切拉伫新竹新埔镇一间化学纤维厂发生气体爆炸，造成2个死亡，19人受伤。敢若最近都有5件重大火灾事故。2024年12月，台中大道专联仓储导火，造成9个死亡，7个受伤。2023年中华宝岛联华食品工厂火灾，造成9个死亡，13个受伤。2022年杨梅家乐福大火，搁还是一群烧毁39亿天价的财损。像今天的这个远东化纤的这个大火，其实大家比较质疑是说，是不是因为工厂的管线或者相关的这些设施设备太老旧了？很多的工厂在劳安设施的时候，可能不愿意投资太多，不愿意及时的汰换管线，对工厂来说，往往是一个不会立即有回收、有利润的一个成本。那点出工科法的条文内容，甲现实无同。工商协会嘛指出，地方政府、监督单位嘛爱全部检讨，包含人力欠缺的问题、复杂客载的次数，也有是不是有确实执行，共款是需要关心的防灾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